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顶礼拜五本土确诊破1000人到达，但已经连续4天破1000人啊。未来疫情趋势，大量人口受到感染，看起来是无法度走险哦。台湾防疫做了足交稳的时期，大家看到嘉玲都会较放心。即马你敢有准备好势？嘉玲袂过来啊哦，过来，咱的目标。 唔是清零，是减灾。减灾这个工作需要药啊有交备，预防车主有交文，咱要过正常生活，无要袂前买就停课停班。即马细汉学生囡仔嘛要开始注预防车，咱嘛看到，甲旧年同款，各咧轻省注多一支疫苗，世界拢谣言假消息。面对大规模感染，轻症的新发展，稳在健康面对的步数，今仔日咱做伙来讨论。 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周宪忠医师。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邀请英国注册医师叶定如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邀请金健康洪素卿总经理。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今仔日抗诊是1390个人吼，但是中指挥官讲，未来恐惊会有360万人感染到病毒。这个360万的数字吼，是根据国外15%的人口来估算。你最近敢会买袂到快筛剂？即马快筛剂甲去年喙癌共款吼，实名制后个月就要开始。即马礼拜三要讨论讲，咱大汉的人吼，即马已经注3档预防针，敢有需要注第4档？这拜三要讨论，当这时嘛要公布。 儿童就医的指引哦，咱看到Moderna儿童疫苗吼，即马已经通过审查哦，要开放囡仔人来注射，总是引起着家长的反弹吼。讲当这是嘛要注 BNT 啦，啊有谣言讲吼，国外敢若有核准 BNT 无开放 Moderna 吼，事实上咱看到前台感染科的医师林世平讲吼，澳洲、欧洲、加拿大、英国拢有开放哦。 但是中指挥官讲 BNT 的合约已经送出去啊吼，好，但这是咱台湾哦，咱来看国外的经验，南韩社交距离的政策吼，就要来放令吼，后个月甚至是确诊者嘛唔免隔离哦，这看起来就是要强准的政策吼。过来，咱来看中国上海吼，一天增加22000人的确诊吼，不过因是。 按算讲4月20号，也就是2天了后吼，要达成社会面的清零啦。啥物叫做社会面的清零？社会面的清零就是讲吼，病毒无伫隔离的区域外口在传，这叫做社会面的清零。哦，这实在是足够讲吼，因为若是传出去，你就甲隔离的区域更加增加，安尼就个社会面的清零啊吼。咱看到外国的经验吼，一个是会当参考，一个是唔通哦。大先，咱先来看今仔日指挥中心。 疫情记者会。本土的病例1390人，境外移入90哈。那新增一例的中度的个案哈，是一位60多岁的男性，属于中度感染，有慢性的疾病。第一个是距发病采检日第4天内追踪2次快筛或 PCR 阴性。 或者是 CT 值大于等于30，即在发病日跟采检日5到9天内，那边是追踪1次的快筛或 PCR 阴性，或者 CT 值大于等于30。那超过10天，我们就不再采检哈，直接就解隔。那不过要进行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辉瑞我没有办法直接跟辉瑞来谈购买。 啊，因为本来辉瑞在销售的区域就没有包含台湾，而是在 BNT， 而 BNT 把这个代理就委托给了上海。好，观众朋友，咱来看本土确诊的趋势吼。伫4月12这天，咱的本土确诊是551个，这是破去年6月初5吼476个的记录。 经过3天了后，伫4月15破1000人，来到1209人，啊，到今仔日是连续4天拢破1000人后，咱看吼，对12号500个到15号超过1000个吼，是经过3天的时间啦。中指挥官讲未来会有360万人来确诊吼，咱来请教周医师吼，若是360万人确诊，一天1万人嘛，就要
一冬的时间呢，啊，咱看到这4天吼，拢穿2穿3，这个曲线是较平吼，这对咱敢有好处？其实吼，咱这个曲线吼，咱来看吼，应该是正经的迄个较指数吼，应该是比这较悬啦吼，因为咱昨嘛是礼拜四啊嘛吼，可能采检的量嘛有较少啦吼，假日拢较少啦吼。啊，而且呢，咱知影讲吼，其实咱的国内采检的迄个数量吼，其实是还佫真少啦，可能一天可能3万几啊偌济啦吼。啊，所以讲这个阳性率出来吼，已经是有较提悬啦，表示讲吼，这社区是伫传染的迄个传播链已经拢散开啊啦吼。但是咱的采检数若无较悬的时阵吼，其实咱定咧讲啦吼，可能讲吼一个采检出来吼，阳性率的阳性的人吼，可能后壁有可能有10个，还是10通的吼，是吼无镜头你无去遐采检的啦吼。啊，所以其实讲吼360万人吼，你讲吼要讲一天1万吼，我想这个曲线吼，对阮来讲吼，阮感觉讲吼，这个曲线还佫较还是算较平一些啊，吼应该是吼较紧的，冲较紧的吼。啊，当然咱就是爱考虑到咱医疗的量能啦吼。你若紧到讲像讲香港啦吼，还是讲韩国迄吼超过咱的迄个医疗量能的，咱的迄个忍受的程度的时阵吼，冲伤紧的时阵吼，这社会会出问题啦吼。对，伫咱旧年5月迄阵吼，咱虽然病例数无即马较侪，但是迄个时阵重症啦吼，重症的人是真侪，所以咱迄阵医疗量能也准备了无讲介好，所以迄阵吼都是有一寡乱象伫吼。迄阵嘛也未做即个预防车吼。啊，嘛是讲咱的迄个 PCR 的采检的迄个量能还是无够，即马拢已经准备有较好啊啦吼，所以即马咱也是讲吼，咱的迄个策略是讲吼，要甲伊共存吼。伊其实咱甲病毒吼，咱的人类吼，甲病毒吼，拢嘛是咧共存啊吼。唯一讲迄个出租迄个天花迄个吼，即马是无去啊啦吼，是实验室内底还佫有，但是咱的迄个社会上已经无啊。啊，真侪病毒吼，咱就是逐年吼，咱拢甲伊斗阵啦吼。啊，但是讲即个病毒吼，伊还佫咧，咱是会演化嘛吼。啊，像讲流感的病毒嘛是会演化，但是咱来了解讲吼，咱若甲伊共存的时阵吼，咱有一寡武器吼，比如讲咱的迄个食的迄个药物吼，若使佫较进步，吼较无副作用，吼啊，迄咱预防射较有效的时阵吼，咱会使佫较放较松。但是即个时阵吼，那一摆就甲放较松吼，恐惊伊就想讲吼，香港啦，还是讲韩国迄阵迄个医疗能力无够的时阵吼，咱社会会乱去，所以咱讲360万吼。其实吼，咱嘛莫伤惊啦吼，因为我即马伫咧临床上，我开诊所嘛，因为我迄个所在嘛有咧分迄个吼，迄个公费的迄个快筛采检的，对，嘛是即几工吼，有诶患者就讲伊外口拢买无啦吼，但是咱分迄吼，毋是讲咱你来就要领去，咱嘛是爱评估讲吼，伊有需要无需要啦吼。啊，其实最近有发较侪出去啦吼，就是讲伊就有接到迄个说吼细胞简讯迄啦吼，讲伊讲小可有头壳疼，反正伊有小可镜头，咱就尽量甲伊配合啦。其实咱公费的遮吼，咱卫生局啦，啊，甲咱的市立联合病院遐，佫真侪伫的啦吼。啊，即摆是讲希望讲吼，像讲咱也会使甲迄介绍降落来以外吼，大家都可以买会到实验者安尼吼。咱厝的人啦，采检较侪，家己采检较侪时阵，其实这曲线会佫较穿较悬、较紧一些啊。啊，较紧的时阵吼，莫超过咱医疗量能吼，会使负担的即个吼，迄个能力的时阵吼啊。经过这个高峰再慢慢落来的时阵吼，咱会使看讲世界各国吼，比如讲韩国啦，伊即摆要放上，伊咧下降啊嘛吼，啊，知影讲吼，咱做一寡较强烈的手段，其实毋是无讲真有效伫的啦吼，啊，但是咱就袂使讲，互咱的人民吼，就讲啊，若讲即着了这个镜头的时阵，啊，无着迄个医疗的适当的照顾吼，这是咱政府应该做的代志。哦，好。望咱的确诊的人数吼，未超过咱的医疗量能啊。过来，咱来请教总经理吼。顶礼拜咧讲这个停课的标准的时阵，连面都有足侪家长咧反弹。啊，即摆讲这个儿童预防针的问题，共款吼，足侪家长吼，伫真烦恼讲嘛要做 BNT 啦。伫你的这个读者啊，是你采访的对象内底吼，大家是较惊啥，以及伫烦恼什么款的代志？拢真惊，因为头一阵来就是吼，即马因为确诊的人真啊真侪啦，所以你会发觉讲吼，愈来愈侪的人吼，接到通知讲，明明7点半去上课啦，啊9点送转来讲歹势吼，因为因学校吼有人确诊啦，有确诊吼，啊安那算就开始，即马真愈来愈侪人吼，因为囡仔读册啊变讲家长爱陪伊踮厝的隔离嘛，因为无可能甲细汉囡仔一个人囥喺厝的，所以第
第一个惊讲有人着，你即马爱安怎拍算，爱上班无，爱安怎顾囡仔，第一个代志。第二个就是佫惊讲准讲也莫着爱拍这预防射，爱安怎拍？因为想讲嘛是讲进前吼，讲实在，毋是有一个2岁囡仔嘛，因为。真紧就染病了后就真严重嘛，吼，嘿，重症嘛。因为进前大家想法拢讲，这幼囡仔应该染着这 COVID-19 啊。感觉较袂重症，感觉无啥物关系，感觉佫活跳跳，所以大家想法本来讲囡仔幼囡仔就免拍，因为无代志啊。可即摆连续2个重症，然后惊着呢讲，这囡仔人感染着嘛是有可能真严重吼。即摆大家生较少嘛，会紧张啊，想讲安尼可能爱来拍注意预防射。可即摆要注意预防射，就开始发觉讲，奇怪，因为大家看就是讲拍预防射，囡仔拍同济是所谓就是美国嘛，美国进前呢，因拍。是啥拍 BNT 嘛，所以大家直接的想讲即马台湾若要拍囡仔预防射，应该是拍 BNT 嘛，无想到讲咱部长伫咧宣布的时阵讲，咱即马有一个莫德纳通过这 EUA 啦会用对这6岁到11岁囡仔用注射，大家都惊着讲奇怪，明明美国就还未通过这个莫德纳，哪会搞咱通过的是莫德纳，毋是 BNT 啊？所以有的正讲的家长就咧紧张讲。咱大人迄注莫德纳就冻袂掉啊，尤其阿公阿嬷真正讲注了冻袂掉啦吼。即摆囡仔幼囡仔敢会使，所以会烦恼。佫想讲，因为咱真侪咱的资讯吼，咱拢是看美国嘛，所以想讲奇怪，那美国一直无互伊许可，所以嘛会担心啦。所以一直想讲，是毋是讲即摆就是要注莫德纳会惊啦？第二想讲，可是你讲无莫德纳，BNT 也买袂着，你嘛是爱注啊，所以就惊讲到时阵会讲，即马染着这个 COVID-19 可能是有重症，可是足少的。较大的部分的囡仔是无啥物症头，有的之前我一寡朋友是伫美国，是伫澳洲，伊讲伊的囡仔得的时阵吼，囡仔这样比大人无遐严重。伊讲伊的囡仔就感觉一般的感冒，较无活力，有小可发烧无真烧，落屎。伊吼一个人踮咧昏倒，伊就是重感冒迄种型，伊大人就感觉规身躯酸痛啊，痛到袂止，然后头非常的痛吼，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头痛。伊讲伊比较感觉囡仔人染着确实较轻，可是即摆家长就想讲，准讲囡仔人染着是较轻的。可是我做预防针，我会烦恼讲，这个副作用较悬，我到底要选倒一个？第二个就是政府可能敢会甲咱讲规定，一定爱注射才能去读册，因为咱唔知影未来会安怎规定嘛。即摆是通过了后，到时阵安怎实施？会强硬规定无？规定的结果是会影响到受教权无？拢唔知啊，所以即摆大家嘛是惶惶不安嘛，是讲到底接下来政府会安怎做？敢袂使讲，若是未来的措施吼，互咱大家生活愈正常，愈袂互大家烦恼，敢袂使安尼讲？当然咪是希望安尼嘛。通过这个措施，咱用个好好上课，是大人会用好好去上班，免一感觉烦恼囡仔是毋是会爱听课，爱倒来。带囡仔，还是讲囡仔将有会着嘛，真麻烦呢。虽然讲即摆小家庭较济，咱厝诶可能无老大人，可是总啊有厝有老大人，佫较惊，因为有的老大人因为年岁较大，伊可能无办法住3栋，伊敢住2栋还是啥。即摆囡仔对会着倒来喂互老大人，就佫较麻烦，因为老大人诶重症风险就佫较悬啊。所以接下来我看政府可能爱讲较清楚，咱会安怎注射。是安怎爱做？因为治疗了后，这个副作用是毋是比咱着镜头较轻？伊有啥物好处？对是大人、对囡仔、对保护咱的社会、对正常生活有啥物帮助？这种我讲清楚，我感觉这大人吼较袂遐烦恼。总经理讲到这个2个重症的儿童吼，咱来请教叶定如医师吼。大家拢讲，得到这个病毒吼，儿童较轻啦，总是咱接近就出现2个重症吼。英国的资料安怎甲咱讲的？对英国的资料做 Omicron 来去比较这个 Delta，阮知影 Delta 是较严重，所以你看的资料拢是每一个年纪这个 Omicron 染到 Omicron 的人，其实拢比这个 Delta 来较轻。囡仔人嘛是共款，拢是较轻。对其实是迄 Delta， 英国的资料是100万的囡仔人目到 Delta 死亡的人敢若2个，所以伊的死亡的几率是2/1000，对，是足低。即马来看英国的预防针拍甲安怎？
其实英国就趣味的代志，就是伊咧拍5岁到11岁才的囡仔人进前，其实60%以上的遮的囡仔人拢有抗体啊，就是捌得到病毒啊，拢有 Omicron。哦，啊，唔是 Omicron 就是 Delta。是。所以大部分遮的人都无代志。哦，安尼。好伊嘛是讲。对啦，你会使注意风险啦，你会使注 BNT 啊，这个是去年的12月，伊讲这个临床脆弱，才会身体上无好的，才会囡仔人是一定要注意风险的，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对。但是这健康的5岁到11岁，因是拖到2月再来做决定，说好啦，你嘛会使拍。啊，拍2档，啊，中间间隔是3个月，对。但是身体较无好的囡仔人，这个间隔是2个月，是，因为因身体较无好，是，对。啊，因的建议嘛，真趣味，因讲是 non-urgent， 是你卖，无讲介急，无讲介急啦，对。伊感觉别预防下搁较急，像如 HPV、MMR 拢比这个 COVID 搁较急，对。啊，这是英国的建议。好。咱讲到儿童吼，囡仔人的预防下，这个报道咱先来看。物流公司将货车顶的快筛试剂一箱一箱运送到卫生局，因为新北市17单日确诊人数超过400人。疫情指挥中心紧急配送40万剂公费家用快筛试剂，予湘北、桃园、甲花莲等高风险城市，将各有10万剂。昨天下午已经到货3万剂，那这些3万剂的这个快筛试剂，我们会分配给这个高风险区域以及校园来作为一个防疫使用。新冠本土疫情严重，已经连续3天确诊超过1000例，真多民众抢咧买快筛试剂，刷一支拢真歹买到。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早起直立反应表示，快筛剂是命剂，上紧5月初上路。调每一个人买5支归回，计少要希望压伫100块。你的快筛剂可能压到一剂变成100块吗？我们尽量努力哈，有这个可能性。此外，食药署通过莫德纳6至11岁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EUA。儿童注的量是大人的1半，也毋过有国民党立委烦恼副作用，希望会当比照美国，予台湾儿童注非水疫苗，也有不少民众涌至教育部、甲卫福部面前抗议。未来的确是有可能 BNT 可以开放使用给6到11岁的孩子。我实在不敢期望，因为这里面来来去去已经2个多月了哈。部长，因为每次都有一些新的小的问题哈。这样的，我们尽量就是说，不要让这些小的问题干扰到整体的采购的程序，啊，但是事实上这个合约不太容易谈。但是，中表示，莫德纳儿童疫苗今时开始自拜3专家会议将会进行讨论。佮强调，唔是强迫大家拢爱做，家长摕到同意书了后，会当向医师咨询。另外，辉瑞儿童疫苗采购进度已经将合约草案送出，也毋过还未得到答复。记者综合报道。好，即马疫情咧滚价吼，咱烦恼6岁到11岁这个细汉囡仔吼，即马要开放，互因注莫德纳的疫苗，注莫德纳的疫苗的量吼是大人的1半啦。啊，若是注 BNT 吼，是大人的1/3。即马计划是注2剂，啊2剂中间吼隔28天吼，这个注射的时程吼。ACIP 也就是疾管署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吼，拜3要讨论讲是要安怎做啊？什么时阵要开始做？咱看到6岁到11岁，咱的人口总数是120万人。若是讲到莫德纳疫苗的这个量吼，即马咱是70万剂吼，小可有较无够啊。但是中指挥官讲，最近会阁有回来吼，毋过数量还未确定啦。儿童来注意风险吼，有几项代志咱来注意。第先是讲副作用的部分吼，较接出现的副作用是讲你注射迄搭吼会痛、头痛啦。人神仙发烧，较严重的副作用包括2个，头一个是心肌炎，第二个是心包膜炎。这个心肌炎的这个比率吼，儿童是较减青少年啦。不过，若是儿童吼有感冒、发烧，也是对疫苗有过敏吼，就无建议直接来注预防针哦。
啊，你若注意风射了后，咱的这个囡仔人吼有大心悸啊，还是会喘啦，还是讲胸坎会痛，都要来赶紧去看医生吼。指挥中心讲，儿童去喂到这个病毒吼，死亡率是1/1000。不过这是估计尔吼，这毋是真确实的数字。啊，注疫苗了后吼，较严重的副作用的反应是0.1%吼。咱指挥中心李炳英医师讲吼，儿童注意风险吼是好较大歹，因为安尼有建议讲儿童爱来注意风险。咱来请教周医师吼，咱遮紧就出现着重症的儿童吼。敢会互咱的父母较愿意互咱的儿童来注意风险，以及讲咱是安怎会烦恼讲儿童注意风险有一个风险，因为咱知影讲囡仔人吼，这个免疫力吼，甲咱大人较无共款吼，咱烦恼的点是啥？是，因为咱进前吼，咱迄就是头仔讲的嘛吼，恁奥密克戎还未出来时有一个德尔塔，其实咱德尔塔伫咱国内感染真侪囡仔都感染过嘛吼。那但是迄阵拢无啥物动静出来，啊，即摆即个动静吼，我咧迄个咱嘛是医学界嘛有咧想啦吼，讲即个吼是毋是单独即个奥密克戎引起的，还是讲伊有其他的迄个病毒吼共同来感染吼？因为即个病即个吼进展遐尼紧吼，大家拢感觉讲真奇怪啦吼。应该讲吼，你若是讲某一个病情来讲吼，会感染甲讲吼脑部去来啥吼，应该是无遐尼紧，讲下晡甲暗时安几点钟就变安尼。所以咱会搁继续看讲即个囡仔甲照顾较好势，啊来看卖讲吼伊内底体内吼是毋是除了奥密克戎以外吼，啊搁有其他的代志啦吼。这我想吼，若讲即个进展出来的时阵吼，会开搁互咱吼，咱一寡吼，咱专家啦，是讲咱民众吼一个选择啦吼。啊，即摆咱来讲啦吼，就是讲即摆咱 EUA 吼通过即个莫德纳吼，是互咱一个选择啦。吼，比如讲啊吼，有诶慢性病诶囡仔，吼，伊有癌症诶囡仔，还是讲吼，伊诶免疫系统有问题诶囡仔，这人是较高风险诶。这人其实伊有需要去注即个疫苗。吼，咱即摆若无一支疫苗吼，互因去选择诶时阵吼，其实伊就无法度通做嘛。吼，咱即摆 其实讲起来啦吼，咱即摆吼，迄个咱冰箱内底有啥物菜吼，摕来看就安怎煮嘛。吼，你即摆咱去国内还佫有一寡摩登啦，啊 BNT 是大概拢无啊啦。其实咱伫个外国吼，伊通过 EUA 迄款的是迄囡仔剂型的吼，吼是迄个细罐的，毋是咱即摆大罐的落去安尼戳戳的吼，来抽吼。你讲抽安尼，迄其实袂使摕安尼来用。咱若真入要煮迄囡仔顶罐吼，嘛是爱摕迄个囡仔剂型的吼。但是外国咱 迄个摩登纳，伊通过 EUA 是用咱这大罐的去甲抽一半起来，好，所以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会使来甲做，啊，互人决定嘛。所以咱即摆若讲吼 ，ACIP 若讲要做的时阵，伊有可能是讲吼，啊，这剂量偌济，啊，要安怎做吼？可能是伊会搁做一寡考量啦。像顶届咱 BNT 来做的时阵吼，以前咱嘛是讲差不多8礼拜要搁做第2期吼，青少年，啊，尾啊嘛是搁改做12礼拜嘛。 哦，所以这其实吼，咱若较久的时间会使看中的变化，啊，搁看外国若有一寡数字出来吼，伊有一寡春秋啦，毋是讲吼你这时间到啊，你就一定爱去做，啊，搁吼学校要安排，若讲正经要去学校做的时阵啊，像我以前要去学校共做迄 BNT， 啊，迄医师的能力啦吼，就是遐尼济嘛，啊，你有时啊讲吼12礼拜到啊，咱感觉一定排有迄个咱的医疗迄个人员有法度去做，其实嘛有诶吼会较慢一些啊，但是就是莫讲吼慢伤久，互迄个抗体接袂起哩安尼就好。所以讲你即马吼出来的时阵吼，咱来鼓励讲吼，遐高风险的人吼，但上重要就是爱说明吼，即马若讲 ACIP 决定要做的时阵。 是，吼爱共讲吼，讲即个风险啦吼，啊，迄个副作用啦吼，啊，搁就是讲即的吼，即迄个高风险的人去得着吼，伊会变即个重症的机会是偌大。啊，其实哈，一般的人吼，咱是甲咱嘛爱甲讲好清楚。啊，伊个家长来讲吼，评估了讲吼啊，我吼要搁等 BNT 啊，但是咱嘛爱尊重伊嘛，吼对毋对吼？就像咱古早 AZ 吼，讲实在咱即摆看过来啦吼，看过来讲吼，迄个。 甲以前的时阵，刚好 AZ 的时阵吼，啊，拢叫医疗人员爱注 AZ 嘛，啊，尾啊莫德纳个入来嘛，创啥吼？其实我头2岁我嘛是注 AZ 啦吼，其实迄个时阵吼，有迄个疫苗互阮注吼，我就感觉足感恩啊。国家吼，伫遐尼艰苦的时阵会使抢到这疫苗，啊，敢若讲起来讲，即摆回想起来讲吼，啊，阮做的迄吼，可能毋是上有效的，但是我嘛感觉足感谢的吼，阮会使互阮一寡保护，虽然迄个保护毋是讲即摆看起来上好的。
但是当初时若毋是靠这个保护，阮可能嘛是有一寡医疗人员会一寡损失嘛吼。所以即马你若出来的时阵吼，就是爱讲互清楚，互咱的家长了解。个就是像顶届 BNT 入来要注遐青少年的时阵，嘛是爱甲迄个互社会知影讲吼，咱即马要做的是啥物代志，啊讲互清楚，啊袂使隐瞒。啊，即个时阵吼，大家吼，会使即马病人吼，伊的迄个自主的迄个权利是上大吼。像阮即马咧看患者吼，毋是讲你一定爱安怎，我嘛是提供吼，你几个建议，讲吼，你即马发生啥物代志，啊，普通会使安尼做，啊，若即项无爱做，做另外一项，有啥物风险，啊，互伊做一个评估伫的啦吼。但是比较上较重要的吼，就是咱即马咧鼓励即个65岁以上高风险的还袂做，爱紧做，嘛是共款。囡仔人吼，伊互伊一个选择吼，啊有一个莫德纳吼，啊你若讲高风险的，人伊愿意做吼，咱就爱提供互伊。啊你即马若讲EUA无通过，啊 ACIP 无要做，啊伊正经要做，伊嘛无法度通做啊，所以伊无咧强迫啦吼。我想大家吼反弹免遐大啦，因为咱也袂讲你去学校吼讲吼你一定爱做。啊头拄仔讲过讲吼，是毋是无做吼就袂使来学校吼？其实我想即个代志吼，应该袂遐尼强烈啦吼。啊即马是讲。咱像讲迄个要去妈祖遐吼，要去绕境遐吼，爱做啥济吼，其实吼拢爱有一寡配套啦。是。吼，你袂使讲吼，袂使讲有个人伊就袂使做嘛吼，迄当然是例外啦吼。啊，比如讲，若是袂当做的人，伊吼有疑问的人，像我讲嘛，人伊就吼要入去迄个学校的时阵，看定期做一个迄快速采检吼，啊，甲遐个吼啊，未发生吼，唔知影吼，先甲抓出来，啊，互伊传播连卖安尼，吼，传播较紧安尼。是。好，周医师讲到一个真重要的美感吼，咱知影一支疫苗吼得到使用的这个许可吼，是咱的这个食药署吼，互你一个药证吼，当会使用。不过要用也无爱用，咱看到是 ACIP 咧决定 ，ACIP 是疾管署的专家会议吼。啊，咱请叶医师来替咱解说一下，就是讲一个疫苗吼会使使用，甲要用伊，还是无爱用伊是，这个过程是安怎？以及外公的经验。好，所以阮知影美国有 FDA 甲 CDC， 是啊 ACIP 是迄个 CDC 的外部的专家的会议，会议专家群来去互 CDC 一个意见，讲啊是要安怎拍，啊是安怎拍倒一个预防针安尼，对啊 FDA 是咧核这个药物的。对，啊，所以美国叫 FDA， 台湾叫食药署嘛是 TFDA， 啊，英国是叫这个 MHRA。对，啊，这个美国叫 ACIP， 啊，英国叫 JCVI， 所以啊，台湾嘛是叫 ACIP， 因为台湾甲美国较近，对，对，这个澳大利亚叫 ATAGI， 就是因的这个 ACIP， 是，对，啊，加Moderna的情形伫咧澳大利亚是已经互澳大利亚的这个 ACIP 讲会使做咧6岁到11岁。遮的囡仔人，但是因主要嘛是爱注这个 BNT， 因为 BNT 较广，伊会使注到5岁到11岁，对，啊，所以ATAGI嘛讲，Moderna 嘛是会使啦，但是伊是一个 alternative， 就是一个次要的选择，对。无讲主要建议要注 Moderna。即嘛是一个次要，因为这个证据嘛咧在累积当中嘛，对。啊，因的这2剂的这个间隔，就是健康的囡仔是这个间隔是2个月，啊，健康无好的遮的囡仔间隔就较短，就是4礼拜，就1个月就会使做啊。是。啊，甲咱台湾的政策上接近的是倒一个国家？应该目前应该是澳大利亚。哦，对，因为在做 Moderna 的。因为一开始会使做 Moderna。但是英国目前也是在做 BNT，Moderna 也未得到这个 JCVI 的建议。是，好，观众朋友，咱拄则讲吼，这个儿童做 Moderna 的预防针吼。要过28天，这事实上是即摆按算讲是安尼。咱看到这个疾管署的专家会议，有原是爱开会讨论，伊可能决定会甲咱今仔日讲的无共吼。咱来请教总经理吼，对这个疫苗来讲，咱看到旧年吼开始咧做预防针的时阵，大家有咧兴奋讲啊，我着要做 BNT 啦，还是要做 Moderna 啦。即摆来讲吼，叶医师嘛一直咧讲，其实逐支疫苗拢是
有效的，拢有提供保护力吼。咱即马儿童要注意风险，咱搁看到共款的状况吼，敢会使互总经理，请总经理互民众一个建议啦，互大家安心讲，安怎选择吼，也是讲为着囡仔人想吼，要安怎来决定安尼？咱即摆同主要就是爱看。接下来 ACIP 也是安怎决定啦？我想讲第一个吼 ，FDA 呢，伊把关的是讲，这个疫苗伊本身到底有效无、有安全无？用个囡仔爱安怎用无？伊看完这的资料了，伊决定讲应该是用用嘛。因为嘛毋是台湾讲伊用用嘛，包括拄我讲的澳洲嘛、加拿大嘛，甲。英国、欧盟，伊拢讲应用，其实可是有用啊无用，佫是另外一回事吼，就是应用。即摆 ACIP 就决定讲，咱到底要用无？要用，咱后要安怎用？总讲这 ACIP 真侪拢是进前咱真侪预防针安怎做拢是因来决定的嘛。所以我看因的依据因的一个专业来决定讲用用啊袂用，安怎用较安全。所以接下来是家长家己的决定啦。因为就拄啊周医师就讲，咱政府应该袂讲去强迫讲你另爱爱做预防针才用来读册啦。可是即摆问题，我就是惊大家吼，拢会想讲，同好是别人的囡仔做啦，就是讲别人啊安全，我就安全啊。所以头一个情形就是，你可能爱考虑讲，咱这个囡仔吼，以前吼比如讲咱肠病毒啊，还是讲人迄个流行性感冒流行的时阵啊，咱的囡仔是毋是点安尼破病？还是讲咱的囡仔进前就是讲，可能伊。本身就免疫力、活动力无遐好，咱是咪想讲，咱是毋是互伊较侪保护？这是一个代志。第二个代志就是我讲，是咪咱厝的内底有老大人，伊无办法注意风险，咱是咪咱的囡仔可能住得较安全？因为外口走跳啊，伊去读册啊，伊可能为着别人啊，甲这病毒传转来嘛。所以总共这个情形，可能咱的囡仔爱注意风险较安全。是。第三个情形就是讲。总讲伊也着了后吼，咱可能无办法有一个人卖上班完全来顾伊，因为咱若卖上班完全来顾伊，你可能经济有问题哦。咱厝的现金无遐尼济哦，咱一定爱去做食头路，一定爱去做。咱可能是讲，咱的囡仔有注意预防针，对咱来讲，后摆也出代志的时阵，咱可能吼，袂因为做到底啥物顾囡仔了后，一个厝的一个经济负担出问题，咱可能爱做，所以。咱会有自由的选择的权利啦，可是你爱想讲，咱是毋是安开做？可是即摆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吼，到底做吼，即摆做，因为想看嘛吼，咱 ACIP 也决定了吼，同紧，我有差不多五月啦，将即摆用咱已经有的莫德纳伫遮咧做，总共5月开始做。做计28天，差不多6月做第2档，然后开始可能有保护咱，迄当阵就要放假呢，所以我哋想讲，咱即摆做吼，同重要到底要预防啥？这是第一爱想的。第二代志就是讲，除了咱拄仔咧比的是2个代志哦，比的是讲，即摆伊也验到伊的死亡的风险，甲咱去做预防针，伊较严重的副作用的风险，2个一比，敢若讲死亡的风险较悬，对不对？可是有当时啊，咱家长搁咧想一件代志啊，有效的情形咧。因为咱唔知影讲 BNT 对这囡仔有效的防护力是偌济，莫德纳的防护力是偌济。因为我即马要做啊，我要承担这副作用啊，我是毋是爱政府爱互一个讲未来啦吼，还要互我知影讲，第一，伊常见的副作用之外，伊的有效性是安那？保护啦是安怎？伊的保护啦是安那？即摆我咧选择的时阵才知影讲，每一个资料拢有，我再来算讲，我是毋是爱安怎做？无你讲。用药的嘛，你嘛足奇怪啊！伊感觉讲因为即马有准讲咱啊正讲后摆咱买袂着 BNT， 因为拄啊指挥官有讲啦，咱即马较复杂，因为讲辉瑞生产这儿童的疫苗，问题辉瑞之前摕到的就是美国的销售经销权嘛，美国之外所在其实摕到的是 BNT 嘛，BNT 佫改咱大中华区。搁互即个上海复兴嘛，所以每一届要买即个辉瑞疫苗，就爱四方签约啦，所以较困难，所以咱唔知影咱有办法顺利摕到无？总共咱若无顺利摕到，就周医师讲，咱有疫苗就真好啊，你来试看觅。即个时阵我感觉政府可能搁爱一改革，拄啊包括副作用的感染的风险。也有效性，什么安尼，佮较完全的讲一解啊，吼，家长将家己来选择讲，囡仔要做啊，不爱做。
是，这我感觉台湾新港界吼，可能无过几工就会来讨论啦。系啊。好，咱今摆来参考国外的状况吼，美国是对去年的11月开始吼，开放5岁到11岁来自预防针吼，到今年的4月12号吼，有37.8%注一支，啊28.1%吼完全注2支。英国是今年4月初4开始开放5岁到11岁来自预防针的4月。这就是这个月嘛，咱台湾无较慢吼。啊，南韩是3月底开始开放5岁到11岁的儿童来自预防针。日本是2月开始到3月20为止吼，注215000剂的儿童疫苗吼。不过到4月初6吼，敢若是6%的儿童完成来自第1剂啦。啊，后面吼看到德国。希腊、西班牙、意大利、Belgium、法国吼，拢开放5岁到11岁的囡仔注预防针。啊，有一个较特别的是瑞典。瑞典因讲吼，因为儿童来握着病毒吼，伊会发生重症的比率伤低啦。因感觉注预防针吼是无较好，所以因认为讲无考虑要互儿童注预防针吼。啊，咱来先请教周医师吼。咱拄则一直咧讲儿童的这个预防针，咱来讲一个大人的吼，因为即马咱看到这个疫情咧滚高，有济人会染到这个病毒啊，啊染到病毒了后，何必向老师一直咧讲讲，咱人体的这个抵抗力会够悬起来吼。啊，咱即马到底应该爱注第4档无？因为咱若是疫情吼无增加遐紧，大部分的人到7月到8月休热的时阵，咱的抵抗力、咱的保护力佫降落啊吼，是毋是？这个注预防针甲咱的这个自然感染安怎来平衡较好？是这个吼，咱若安尼想落去讲吼，啊，咱规世人是毋是第4剂、第5剂吼，一直爱注落去吼？其实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啦吼。那伊上早开始注吼，就是注第1剂、第2剂啦吼，啊，第3剂可能就是阮这医疗人员啦。吼，啊，可能咱的医疗人员啊，即马我是1月注第3剂嘛吼，啊，差不多啦，慢慢要下降落来的时阵吼。不过阮大家拢有咧讲啦，像阮即个耳鼻喉科医生吼，逐工咧看即个呼吸道的迄个病情的时阵吼，其实吼，阮是毋是已经有去感染过，还是讲吼感染几摆，迄个什么阿法、德尔塔啦，什么拢有去着过嘛，无一定啦吼。但是迄东西可能是无镜头，哦，是讲真轻症啊。但是阮就是有做适当的防护啊，无传染，无去弄一个迄个大传染出来，嘛是有真有可能啦吼。所以咱即摆咧甲世界各国比较的时阵吼，拢查一种吼，咱感染人数伤过少。吼，所以咱要注预防针吼，咱若讲比的时阵，拢即个所在吼，迄个因素吼，啊，拢爱甲考虑入去啦吼。啊，即马就是来讲啦吼，就是讲，即马若讲迄咱的迄个保护力吼，有开始降低的时阵吼，啊，就是嘛是爱个分配啦吼，分配啊，向先搞啊，比较较有需要的人啦吼。啊，其实吼，你若讲吼，即奥密克戎，咱来看奥密克戎，若讲无个演化讲吼有变较严重的时阵啦，啊，讲实在。若是讲以咱咧看讲即马轻症的吼，无镜头甲轻症的吼，毋是中症以上的吼，拢90%吼，97%啊98%吼，还是99点几吼。啊，其实讲起来吼，若讲咱一般的迄个感冒吼，也无人咧注意防下啦。是。吼，啊，若是讲流感，啊流感迄就是较严重吼，就是讲可能死亡率啦，还是讲中症的机会较大的吼，伊就是爱去注意防下。所以咱即马爱看这奥密克戎吼，伊若是还佫有咧变吼，啊看咱就是有一个好处吼，咱即马拢有真侪迄个叫做考古题咧看，就是世界各国吼，伊比咱较头前注射较头前，啊感染嘛较头前，咱其实爱做这个参考啦吼。你若讲世界各国吼，人拢无人咧注第4档的时阵吼，咱讲吼，咱爱有限的这个吼。咱的村的这个咱的预防针，其实咱还佫合约足多嘛吼，啊，到时吼还是甲遐个高风险的人吼，先甲迄个甲注好较少的。啊，一般的人来讲吼，其实看起来即马吼，咱虽然咱的病例数拢吼几啊工拢破千啊吼，但是咱的游览区啦吼、餐厅啦吼，还是啥。敢若迄个拢无啥受到影响啦吼，啊，即马可能大家胆较知啊啦吼，知影讲即个现象，啊，所以讲即个医疗中心咱顶下有讨论过嘛，
你这个青蛙咧迄个意义的时阵吼，你爱大家说明嘛吼。啊，讲实在，那安尼的时阵吼，你讲要进行叫大家去入第4档吼，可能都无遐人遐侪人要住，就差多啊咱这个图嘛。你看吼，这个世界各国咧住这个囡仔吼，伊这拢真低嘛，吼像讲美国啊，哦第一节34%。啊，其他你看，像讲日本啊6%，啥那咧，人就知影讲吼，这可能丢较无风险都无遐尼悬嘛。所以大家迄民众大家去做评估。你讲吼，那要提供第4剂吼，我想可能吼，政府有要讲做，互人一个选择是袂歹啦。啊，可能咱医疗人员较风险较大的，可能会去做。那一般的人吼，会去做，袂去做吼，也是爱看讲吼，世界各国啊，无人无做第4剂，人的迄个疫情嘛是落来啊。啊，咱可能咱就无，所以咱起码会使看，因为咱毋是上凄惨的，咱是有一个时间会使去看别人做了安怎啦。吼，我想这是做上大的参考。是，好，刷来咱来请教总经理吼，讲到这个风险来讲，虽讲儿童得到病毒吼，伊的这个重症的比率较低啦。总是厝内若是真正有老大人哦，咱的节目一直咧讲，老大人的注射率还无够悬。咱咧看老大人吼，差不多8成都已经进步啊，都袂搁较起哩啊吼。就你的了解吼，你的采访的对象吼，这个各有20%的老大人吼，这个无注意风险，上主要的情形是安怎？是无法度出来住吼，还是讲政府有要主动去甲注重，是伊可能惊副作用啊，还是本地有这个慢性病来拒绝的？这差不多吼，其实拢有啦吼，就是确实有一寡人吼，伊就是感觉我身体无遐尼好啊，啊有人遐90几岁啊，啊啥物病拢有啊，伊嘛感觉讲啊对就对啦，啊你即马甲我注射无代志，注就会使出来代志，因为咱连讲因为咱。迄冬初时吼，开始做这预防针的时阵呢，因为咱拄好做一寡年岁较大的，啊，伊当阵新闻佫报遐尼大，所以有一寡老大人真啊真紧张啦，所以即摆创伤佫直直，你知哦？你安尼甲伊讲，伊就是无爱去。我会记我有一个朋友就真古锥，伊讲吼，伊进前啊，就是因兜的老大人啊，就有小可发烧，有小可破病吼，伊就讲安尼你去是毋是去诊所看一下，是咱来甲你快筛一下。伊讲袂，我即摆快筛啊是我才袂咧，啊去诊所一定甲我快筛。我袂，可是我朋友感觉真烦恼啊！啊，你可能是啊，啊，你佫唔快筛，你嘛无爱去诊所啊，即嘛变啦。后来阮朋友就讲，伊家己只好家己快筛，家己伊讲，因为我大家跟伊密切接触，准我也无医院看嘛无，所以无办法，伊就拿他们家老人无办法，所以伊讲后来伊就家己做快筛，伊讲较佳在我是阴性，所以医院该毋是。有确实有即款人，伊会惊。伊就感觉我就袂去，啊，第二种就是讲，伊真正身体就无啥好。咱本来因为政府迄当初时拄做的时阵，发觉有一寡人才讲，哎，做了后伊可能身体开始善吼，啊，就本来有一寡毛病，啊，才讲可能情形无啥好，啊，咱嘛无强讲叫这人一定爱做，所以这人嘛无爱做。所以我感觉有一寡种，佫有一寡就是你。每一个国家吼，拢有即种怀疑论甲阴谋论的人嘛吼，啊，所以因嘛有当时啊，我互你骗哦，我当时啊伫节目甲大家讲，拜托大家拢来做啊，啊有一寡人嘛是去脸书粉丝甲我讲，你哪知你去大家做，你这个偌危险哦，有一寡人伊一直相信讲，即马政府讲的遮吼，其实拢是甲咱骗的，所以阴谋论嘛是有啦。所以有一个反毒检联盟吼，叫大家不爱注意风险。对，所以各种情形拢有，所以咱即马知影有一寡人伊就是袂出来，那袂出来，这人所以是安那我拄仔讲，咱囡仔有当时囡仔也是咱其他的人来保护这人，变成另外一种方法。无伊就是无爱做，就无爱做。你即马钱嘛发达啦吼，啊，因同爱去小妈祖吼，总你啊要去无注射袂使哦，啊，这嘛用啊。不，除非讲政府后摆佫较侪所在限制讲，你也无做2档，还是无做3档，你免参加哦。安尼可能有佫较侪，可是咱民主国家嘛，有当时也考虑讲，咱因为讲要强叫伊来注意风险，啊限制伊的自由，安尼敢对？咱因为实在太民主，所以咱想的代志较侪，咱能做的代志就变佫较少。可是无办法，那是个人的选择，啊，咱政府甲咱种，咱能做的所在都做，啊，咱照顾的人，还是讲伊的厝内底人，还是因兜的囡仔，有当时叫金孙甲伊靠靠效哦。我感觉吼，咱啊用一招，有当老大人囥袂顶当啊，你甲伊讲无效，啊因孙甲伊讲效。所以，咱爱用各个方向来给伊逼近，那看缘回讲，你看你即马你也无爱做恁孙吼安那，无一定安尼有机会啦。可是，就是讲咱
每一种的方法拢试看卖，各个方向都努力，啊，大家拢做一寡，看能平安度过这一波无？是。好，咱即摆是无选择吼，一定爱甲病毒来共存啊。南韩国外的经验，咱先来看。好，世界各国拢在放零这个防疫的措施吼，因为即摆奥密克戎有这个轻症化的这个趋势吼。不过，因为伊轻症化，伊甲感冒啦、流感啦拢组成哦。咱来看各种的这个症状吼，这有分这个气管的症状。气管的症状就是嗽啦、流鼻水啦、塌鼻啦，还是咽喉痛。有全身的症状，全身的症状就是头痛吼，这个酸软，还是讲人会痠吼，这叫做全身的症状。若是感冒来讲吼，会发烧啦，气管的症状甲全身的症状会有一两个。若是流感吼，就是会发烧、头痛，有这个气管的症状，啊有全身的症状当这时你的筋脉会酸痛吼啊。这个原始的这个 COVID 病毒迄只吼，咱看到的主要甲流感、甲感冒无共款哦，是会食无味，也是讲鼻无味啦。啊，伫欧米款共款哦，这个咽喉会烧声，啊会发烧，共款嘛是会食无味、甲鼻无味。咱来请教周医师吼，大家伫厝内吼，家己在看家己的健康的状况的时阵。爱安怎警觉讲啊？咱可能是 Omicron， 还是讲其他的这个 COVID 的病毒？其实吼，这讲起来嘛真趣味啦。你讲我一个做耳鼻喉科医生吼，这几十年来拢咧看这呼吸道的这个镜头吼。讲实在啦，都讲吼，若讲一个人一个患者伫我面前吼，我安尼甲看，我就使诊断讲伊是得 Omicron 吼，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啦，无人较熬的啦吼。咱袂使讲安尼啦吼，迄就一定要用采检的方式啦吼。以前吼，迄流感甲普通的感冒吼，其实有一个差别吼，咱会去怀疑哦吼，因为咱以前政府哦，互咱一寡迄个公费的克流感迄款药啊吼，你免去甲采检哦，你只要医生有怀疑吼，感觉伊是的时阵吼，咱就会使互伊哦，吼，这就是若符合一定的条件吼，比如讲较济岁啦，还是幼儿啊，还是讲身体较歹的遐吼，慢性病人，迄是免采检的哦。那伊说伊个镜头吼是较明显吼，咱差不多就看久了差不多知影。但是讲实在啦，奥密克戎这吼，你讲阮外交，迄咱后白讲袂使吼。所以咱若是咱呼吁咱的民众啦吼，就是讲你若有迄个怀疑啦吼，咱拢定啦有人来甲我问嘛，讲哎，我这到底是啊毋是？我就甲问讲吼，你吼有去啥物所在行搭过无啦吼？有去用迄个吼细胞简讯通知过无？还是讲有安怎？还是讲你的朋友啊吼，真侪人安尼无吼？你头一点爱做的代志吼，你若讲会惊吓，咱用这个家己的家用的快速采检来做吼，这是无问题啦吼。但是你爱做这样代志，咱本来伫咧外口吼，咱拢会带喙炎吼，起码大家拢惯死啊嘛。等去厝的吼，咱是袂带的吼，嘛是食饭拢做伙食。你若感觉讲吼，你有这款镜头。吼，你有这个怀疑的时阵吼，你等去厝的，然后迄个住喺共厝内这个家人的时阵吼，你甲伊斗阵吼，你最好嘛是喙炎刮者，手甲洗者，食饭咱小分开者，安尼吼。所以讲不管是啊毋是，我定下甲伊讲，就管讲吼，你毋是来讲吼，你嘛卖这个普通的感冒吼，传染互你的家人啦吼，大家嘛是会艰苦嘛吼。所以吼，你若要去诊断这吼，一定是爱去做快速采，所以即马这吼快速采检这量吼会真多。我相信政府吼，伊即马准备好啊，就是讲一个甲迄个吼，用这个大家拢可以使买较俗的啦吼，大家拢摕得到吼。其实有诶国外政府伊嘛拢免钱，伊就鼓励你吼，尽量去做采检啦吼。因为吼即马吼，伊个毋敢放甲伤冷去。你讲吼，伊来诊所，伊摕一个家用来，讲叫我甲采检，我讲，我若要甲你采检的时阵，我就爱去穿迄个啥太空人迄款衫，我才有法来甲你采检。无吼，我甲你采检，我即马穿这个装备时，我是无合规格的吼。你若阳性的时阵，我嘛会去用隔离啦。所以这个家用的这吼，我想伫咧家己厝的内底做吼是真好啲啦。吼，因为即马嘛是真拍真侪片啦，即马可能大家拢真好做啊。一开始可能咱较毋知，所以不管咱吼有这个怀疑，毋是这个怀疑，有的人吼伊会讲吼，伊无爱做采检，伊惊吼采检出来阳性的时阵，伊会去用隔离，伊感觉伊也无安怎。伊就是讲，伊无爱啦，伊无爱做啦，所以我讲，你若有这个心态的时阵，不要紧，但是你爱先
保护家己，佮保护你的家人。啊，出来外口的时候，你爱吼，迄个我嘛是讲，对，吹暗洗手这吼，即你安怎严格的规矩吼，踮咧厝内底都爱实施，因为踮咧厝的内底的人吼，迄是上 close 吼，就是爱上亲密的吼，上容易去丢着的嘛吼。啊，你讲公司啦啥物吼，咱嘛是讲为即嘛，咱像讲咱即嘛来遮录影已经免大吼。啊，讲实在，若小可有镜头啥，最好是莫来，啊无来嘛是爱大者来保护大家吼。我想咱先安尼去做吼，因为你一寡人敢若讲，你无爱去做，无爱去注意方式，你叫伊安怎注意，安怎去伊嘛无爱。啊有诶吼，你叫伊讲家己自我采验，伊嘛是无爱啦。除非是迄种强迫、迄种狂烈啊，有无吼？一定爱去。啊，所以讲吼，咱拢会呼吁咱诶观众朋友吼，你一定爱。头一点都爱做这代志吼，啊至少吼，若是讲是阳性时，莫搁传出去，啊保护咱的家人，啊保护咱的朋友安尼。是好，咱即摆来看吼，疫情咧滚到吼，各界的这个尾草是安怎？咱看到成大的这个陈柏伦医师啊，台北荣总的李伟强医师吼，因拢咧讲，这个即摆的状况吼，唔是要清零，你看到真悬的这个确诊的数字，唔免惊吓啦。总是有一项足重要的代志，台北林奕聪医师吼讲，我们看虽然唔是咱即摆目标唔是清零吼，总是医疗量能是一个足重要的问题。若是一天几万人在确诊吼，虽然唔是重症，总是嘛是在考验咱的医疗量能。指挥中心李秉颖医师讲吼，若是病毒进入有老大人聚集的所在吼，会去冲击到咱的医疗量能吼。咱来请教叶丁如医师吼。一直在讲，咱台湾老大人的注射率还无够悬吼，但是中指挥官讲，未来可能会有360万人来抗击。若是这款的状况，对无注意防下的这个老大人来讲，是足伤重咱台湾的这个疫情可能会足严重的，敢毋是安尼？对，这是阮即马上烦恼的代志，就是阮的时大人的这预防下拍甲无讲足好，差不多77%外。第一剂嘛，对，英国是拍到我嘛97%以上啊，欧洲国家嘛是一开始就差不多95%以上的第一剂这个注射率，对，即马这一直都是台湾最大的问题，所以与其来去烦恼囡仔人的预防下的问题，其实阮应该甲搁较大的这个时间放咧时大人。保护老大人。预防下的注射，这是其实是上重要的代志。囡仔人的注射其实无啥重要，敢若英国的建议说 non-urgent 啦，其实都是足侪预防下中的一种安尼啊，对吧？对囡仔人，英国的老人即马开始咧做第4剂啊，就75岁以上的时大人，甲在长照的遮的时大人，以及搁加这身体无好，12岁以上免疫无好的遮的人，会使来咧英国做第4剂。第4剂嘛是甲以前的预防下嘛是共款，拢是 mRNA 为主，就是这个半剂量的莫德纳，还是全剂量的这个 BNT， 就用遮的预防下来注遮的人，这是英国今卖的做法来去做这个第4剂，第4剂甲第3剂的间隔是这个半年，半年。即摆敢有数字通好看讲，这个注第4档了后，保护力的这个提悬的状况。对，以色列甲这侪国家有咧做这个临床试验，伊是看到这个保护力是会搁转来小寡，对，会较好啦，对。较悬对。但是因目前来讲是免每一个人拢爱做第4档。是，这身体无好的人需要第4档，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是，咱来请教总经理吼，拄则叶秘书讲，英国老大人已经开始在做第4档啊，咱台湾还未到这个坎站吼，侪老大人可能第2档、第3档拢还未做吼，即马敢会当互咱的民众搁较侪建议讲，来这个准备讲未来会足侪人确诊。嘿，因为。咱拄仔讲吼，一个真重要的是讲，其实咱台湾的医疗的品质真好，咱这医生拢真熬。可是总讲你若一届足侪病人入来，搁较熬嘛无办法。所以咱即摆爱做的代志就是安那卖互一届足侪人出现。那就是讲，我感觉两句话，一句话就是讲吼，咱总共有准备好，咱就是念着袂紧张。安那叫做准备好？你预防啥有做？你其实你平常有洗手，你平常有抓喙暗，
如果你若接触者，你的病毒无足济，应该你重症的风险嘛会较少，因为你有注意风险。所以第一个就是安怎互家己验着袂紧张袂惊，因为咱有做这准备。啊，第二个莫互家己遮尔紧验着，因为咱若大家拢随时讲说啊，不要紧啦，你怎有足侪人放互伊讲不要紧啦，反正就丢了丢啦。准啊，每一个人这个想法，咱有可能这个 peak 是安尼，一时啊足侪人感染，这个时阵咱病院会无够，咱医生会袂好甲你救，所以咱讲也是跟爱谨慎，总出去所有爱做的代志拢做，咱慢慢感染，安尼即嘛吼，咱才袂出现太多的。